Hello，大家好，我哋係 JJM，歡迎又嚟到我哋呢個頻道。因為呢個頻道都會介紹一下珠海嘅生活同埋美食啊，咁所以今集呢會先開箱我哋珠海嗰間屋，拍咗呢條 room tour 片俾大家睇，順便同大家分享翻睇樓、買樓同埋揾裝修嘅過程。當時我買呢層樓嗰陣冇揾 A 準帶嘅，點解我唔揾 A 準帶，同埋冇 A 準又有乜嘢好同唔好呢？如果你有呢個諗法或者有呢個計劃去買大陸樓，咁你就要睇落去啦。我會同大家講一個買大陸樓有乜嘢伏位要留意，同埋之後又點樣去揾裝修公司呢？過程有咩煩惱遇到啊？咁我都會分享俾大家嘅。咁當然都會講埋呢間屋個價錢啦。而家究竟跌咗幾多啊？有冇人住啊？係咪鬼城呢？大家記得睇埋落去啦。首先講下我哋呢間屋個地理位置先，就係喺珠海嘅金灣區，即係大家成日都聽到嘅航空新城嗰度。先同大家睇睇金灣區同港珠澳大橋嘅距離先。咁大家都睇到啦，由港珠澳大橋去到樓下泊好車就大概25分鐘嘅路程。而家一齊上去開箱我呢間珠海樓。呢間屋係喺2023年尾買嘅，2024年1月尾收樓咯，面積大約103平方米，三房兩廳兩衛兩個露台，精裝修嘅價錢大約210萬人民幣，然後揾人裝修做衣櫃買家私電器，就大約使咗15萬人民幣。喺揾裝修公司嗰度，因為我只需要重新鏟底油個油，加翻啲電掣位，同埋做一個鞋櫃、2個衣櫃。我喺 YouTube、家私城同高德地圖分別揾咗幾間公司報價，報出嚟嘅價錢都好大差別㗎。第一間我就喺 YouTube 度見到啲風格都似啱我心水嘅，咁循例約佢度尺同埋報價啦。過咗1個星期約我睇報價嗰陣時，個設計師自己幫我加咗好多項目，加咗啲餐邊櫃、電視櫃同埋護牆板，都唔係我想要嘅嘢。而且嗰個尾款喺完工程之前就要俾晒咯，所以我都唔浪費時間繼續同佢傾落去啦。咁當日我就去咗家私城同埋喺高德地圖揾咗幾間公司去即刻上去度尺同埋報價啦。比較埋個價錢之後，第一間啲報價都幾離地，點解貴其他公司超過1倍？唔怪得佢唔俾我拎份報價啦。所以大家記得要揾多幾間公司報價，唔好見到啲價錢平過香港就覺得 OK 啦。不過我最後選擇呢間其實都有好多錯漏啊，同埋個期要自己跟得好緊啊。好彩最後都順利完成。跟住講下點解我唔揾 A 準買樓啦。其實最開始我係有約 A 準帶去睇樓嘅，但係開頭啲樓盤都唔係好啱心水，咁我就同 A 準講咗啲要求啦，會揾啲同我要求接近嘅樓盤睇啦。咁結果都係唔啱，同我啲要求都好大出入。咁之後都約過唔同嘅 A 準去睇樓啊，結果都係一樣，同我嘅要求都好唔同。甚至有個樓盤我都睇過，但係個 A 準都叫我睇多次。我真係唔明有咩佢冇睇，而且有啲樓盤需要俾團購費。我問一條友點團購啊？唔俾團購費，層樓有幾錢啊？冇人答到我喎。咁既然我都係自己揸車過去，不如自己去揾咯。先講講買樓揾 A 準嘅好處先。咁因為唔係每個人都可以隨時過去大陸嘅，例如家私收貨、電器安裝呢啲嘢，如果有個幫手處理同埋跟進，肯定方便好多咯。咁對我嚟講，冇 A 準就自己去咗珠海3次，咁分別就係去簽約啦、去銀行同埋去交契稅，亦都傾到買樓嘅折扣。不過最近我喺 YouTube 見到部分 A 準會有回佣咯，需要揾 A 準嘅朋友記得問多幾個啦。至於點解我會睇中呢間屋呢？第一係啲房夠大啊，個客廳亦都好闊落。第二就係比較靜咯，個小區唔大，唔多人住。因為啲較大面積嘅大陸樓好多時都係4房，但係啲房就好細，客廳亦都比較窄嘅。另外有啲小區嘅規模都比較大，
咁會比較多人住。我自己就偏向少啲鄰居嘅感覺好啲。最後就係個玄關位置會有少少加分啦，感覺個私隱度會好少少，亦都可以拎嚟放少少雜物啦。至於珠海呢間屋嘅缺點，第一個就係硬水嘅問題啊，會有好多水垢，要花好多時間去清潔啊。但係我呢度管理處唔俾我喺入屋前裝個濾水器啊。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個南北通嘅露台，喺冬天嘅時候，因為日照時間短啦，而且露台門有漏風，感覺就好凍。你哋知唔知道換露台門可唔可以解決到呢個漏風問題？如果大家有經驗處理呢啲漏風問題，麻煩你哋留言話我知啊。呢間屋嘅家私電器差唔多全部都係淘寶買嘅，除咗窗簾同客廳嘅冷氣係個家私成品嘅，因為我要親自摸下窗簾嘅質地，同埋個冷氣喺淘寶係揾唔到嘅，因為呢間屋都係用暖色調去配搭實木嘅家私。我開頭去行過幾個家私城，但係入面嘅實木家私選擇實在太少啦。喺淘寶上面就可以有好多選擇，大部分嘅家私電器我都好滿意，同埋亦都可以傾好星期六先送貨上門安裝，方便我返嚟收貨。最後講下呢度係咪鬼城啊？同埋個樓價跌咗幾多啊？當時喺珠海睇樓，除咗金灣，都去過斗門、南平、十字門，揀咗金灣呢度都係鍾意呢度人少啲，同埋啲樓盤冇咁密集喎，啲樓亦都冇咁高。其實珠海嘅人口都只有大約250萬人，大部分都係住喺香洲區同埋斗門區，而金灣區都唔夠50萬人。但係金灣呢度就有好多新樓，而我自己夜晚出去兜一圈睇過，金灣大部分嘅小區，包括我自己呢個小區，入住率肯定都唔夠一半。以入住率嚟計，我個人認為係屬於鬼城嘅。只係對我嚟講，鬼城就比較適合我放假過嚟珠海 hea，因為夠安靜啊，亦都唔使擔心同鄰居生活習慣唔同，可以叫到外賣就夠啦。至於樓價，當然就係跌咗噶啦，但係跌幾多我真係唔知啊，因為我呢個盤啲樓已經賣晒啦，銷售中心亦都已經關咗門。喺二手網就見到有個放盤嘅，最近毛坯房就大約13000蚊一平方米。Room tour 片就嚟到呢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珠海嘅生活，就記得 like 影片同 subscribe 頻道啦。下一條片就會介紹金灣區嘅美食。多謝大家收看，拜拜。